有着免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，甲着台南市立病院合办银发擂台秀，今年已经进入第9档。主要的目的，希望鼓励长者会用行出厝内，参与社区的活动，借由舞台表演，强化人际互动，甲着自信，达到预防失智，甲着促进健康的老化。当初其实我们办这个活动，也只是单纯想说，让长辈可以走出社区，对，就是可以走出家里面，来到社区的据点里面去活动，那增进他们的身体健康。那想说，要有一个诱因嘛，所以我们就让长辈有这个比赛可以来参加。那以前第1届、第2届是在大义励志，长辈去到那边就很开心，说哇，第一次进到5星级的大酒店里面来表演这样子。那后来我们随着说，除了在酒店之外，我们也有到户外去，像以前我们在安平天后宫啊，或者是我们在南纺购物中心，甚至我们也有去永康的那个艺文中心那边，就是会有不同的场合让长辈可以去那边做表演。那今年来到这边的话，这边场地大家就可以看到非常的大，那又有冷气，长辈就是不用担心户外的天气受到影响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明年到第10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再想办法再扩大，再可能再举办这样子。那希望可以邀请到更多的长辈，他们可以走出来。今年报名的总共有19个社区团体，日前伫安平区的宣传宴会馆来登场。总共有来自台南、甲着高雄大约500人参赛，场面闹热盛大。19支的队伍，每一位参赛者拢是55岁以上的长者，其中上高龄的是永康西湾社区94岁阿莲阿嬷。每一队的长者西装打扮，依着自创的舞蹈、健康操，或者是戏剧的表演等方式来登台竞赛。最后有着安平的红人快乐家族来夺得冠军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